七宗罪，主持黃毓民。好啦，時間係7:10咁啊！今晚同我哋聚一聚嘅嘉賓呢，就前線嘅成員咁啊，落車嘅立法局議員梁耀忠。咁啊，梁耀忠呢，就出年個立法會選舉睇個款呢，就應該都係喺新界西嘅啦。咁啊，唔知排第4定第5啦，即係都問嘅。希望唔問啦。希望唔問。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咧，就過去嗰2年俾我經驗咧，覺得咧就喺局裏邊咧應該即係有啲唔同嘅聲音咯。但係照計你嗰啲係屬於抗爭型嘅，唔好選啦。其實咧就好多人都同我講嘅話，應該唔好選。選嚟做咩啫？咁但係不過我過去嗰2年經驗覺得就係即係有都冇壞。有用，你覺得有啲程度上喺個立法機關入邊都有用。譬如即係有幾次咧，就即係大家唔敢關心啲嘢。嗱，如果你自己單打獨鬥咪冇用啦，你好在有個前線喺度，都仲有啲用，係咪先？如果你單打獨鬥有咩用啫？呢班朋友嗰個嘅角色扮演咧，就係話要逼一啲人咧就唔好轉軚。你學住民主黨。係啦，就係我哋可以係即係立場鮮明啲。就推住呢班人呢，就係唔好向後褪。嗱，我哋由呢個禮拜一起呢，呢個節目呢，就每日就會訪問一位政治人物啊，咁啊多數都係嗰啲即係出年可能會參選嗰啲人。咁啊，除咗傾下嗰個未來佢嗰個選舉嘅形勢之外呢，咁亦都要講下佢自己即係對未來香港個政治發展嘅一啲睇法啊。咁啊排到隊嚟緊㗎啦。咁啊今日呢，就梁耀忠啊，咁啊跟住輪住落嚟啊曾鈺成啊好多啊，總之就個個都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我哋估計佢可能出年會參選嗰啲人咧，都希望即係一人俾一個機會佢啊，喺呢一個咁嘅空間裏邊就俾佢噏㗎啦嚇。咁你咧就即係喺前線嗰度，咁而家前線咧就3個，即係有4個，本嚟有4個立法局議員嘅。5個嚇，5個5個啊！咁啊連埋劉千石，咁啊即係差啲唔記得啊石哥究竟係民主黨定前線咧？真係咁啊石哥即係喺呢個九龍西出嘅時候，究竟係以前線定係民主黨嗰個名義出咧？咁就真係我諗都要多3-2個月先知啦。咁啊前線呢，就黃錢其濂咧睇個款，佢又唔肯放棄嗰個即係紐西蘭護照。嚇睇個款佢都係唔選㗎啦嚇。咁啊即係剩落嚟有4個咁啊劉千石唔計啦，咁就你啦、李卓人啦、劉慧卿。咁劉慧卿喺新界東咧，即係都穩如泰山㗎啦。即係理論上即係從各種跡象睇，即係佢喺呢個新界東咧，即係呢個分區直選比例代表制咧，佢都好穩陣嘅。咁李卓人係咪去新界東咧？而家仲未有定案，個個都係咁答。但係即係嗰個機會都唔細咯，喺嗰邊嚟講。咁即係啦，當如果佢過嚟我呢邊新界西嘅話咧，咁就個情況混亂啲。好啦，先講你哋前線呢一筆先啦。咁啊，劉千石當係前線啦，半個啊，咁啊喺九龍西出線啦，咁啊剩落嚟咧就新界東咧就劉慧卿加個李卓人，咁然後李老兄就喺新界西。咁你啊試下分析下新界西形勢對你有利啊，抑或冇利咧？其實過去咧就即係我自己參選咧，直以嚟咧由85年開始參加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到而家嚟講，我都唔係好擺重嗰個嘅即係利與弊先，即係話嗰個勝算幾大。其實最主要就係自己搞清楚點解要參選先。咁點解要參選？咁其實即係過去我哋由85年開始都覺得就係話喺議會邊咧有角色扮演咧，就話即係你嗰個政治一個辯論場所嚟㗎嘛，你都提出一啲嘅意見去引起社會關注，製咗一啲議題，或者你提出嗰啲議題咧，未必獲得大多數人同意，咁都起碼提咗個議題出嚟，引起討論，主要都係咁嘅啫。係咯，呢一個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因為據我哋記憶所及，你提親嗰啲嘢幾乎都通唔過咁滯嘅啦，通過都俾人搞掂咗啦。就係呢樣嘢，我諗要我自己個人好，即係你話要話我係好戇居都好啦。就我覺得就係其實政治好多人都講係一個污糟邋遢嘢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唔係啊，其實政治本身就唔係污糟邋遢，係啲人搞到佢污糟。冇錯啦，就係我覺得係人可以做到乾淨，亦都係做污糟，睇下點樣做嘅啫。邊嚟講係咁，我自己希望能夠係即係推進一個咁樣嘅政治裏邊，就係一個唔單止係青年嘅政治，而實際上呢個政治裏邊嚟講話咧，係真正係為人民工作嘅一種政治出嚟。嗱，你覺得你哋前線呢？譬如我哋而家頭先數嗰4位咧，咁即係勝算點咧？即係咁當然啦，劉慧卿、李卓人、劉千石呢啲響當人馬一定係勝算最大嘅啦。勝算最大，因為你喺新界西嗰個區咧，嗱而家我哋估計咧約莫咧有啲咩人啦嚇，咁啊即係你
如果知道仲有啲新嘅，你又可以話俾我聽啦。咁啊，民主黨咧，梗係最少都有3個噶啦，即係3個意思去參選，可能唔止添，係嘛？如果按照佢哋喺95年，即係話喺成個新界西加埋啊，即係佢哋所得到嘅議席咧，就已經有何俊仁啦、李永達啦、陳偉業啦，同埋呢個黃偉賢啦，係咪先？已經4個啦。咁估計譬如佢呢4個都係報名去參選一張名單，咁排名啊，梗係分先後咧。我估嘅就係而家啊，不過都雖不中不遠噶啦。李永達就排第1。咁啊，何俊仁就排第2，陳偉業就排第3，黃偉賢就排第4，就多數落選啊！咁啊，補到個第3已經偷笑啦。咁好啦，除咗即係民主黨有4個出去之外，咁啊呢個民協咧就有個嚴天生，咁啊睇個款又係陪選嘅啊，你話我話嘅啊而家，咁啊仲有咧就係呢個民建聯啦。咁民建聯有啲咩人呢？咁如果佢靠個顏錦傳去咧，又係即係通常都係瓜得嘅多噶啦，計嗰條數。咁而家多數都係好啦，譚耀宗㗎啦。譚耀宗喺九龍東就移師呢個新界西係嘛？咁啊希望咧就即係4大天王都分別可以得選，咁你就唔可以喺即係九龍東嗰度咧就同民主黨硬碰嘅，因為九龍東係得3個位，所以而家咧直情反晒面咧係嘛？同阿胡大法官話個劃界又如何如何，講嚟講去全部都係為一黨之私，包括民主黨。民主黨嘅歡迎嗰個劃界，因為對佢有着數係嘛？咁啊一黨之私啦。民建聯就認為嗰個劃界有問題，特別對嗰個九龍東啊同埋新界西將元朗一分為2，咁啊條氣好唔順喺度嘰嘰格，咁咪又係為私利，唔好辦啦。咁啊第3個黨咧鬧人哋唔好為私利，嗰個叫自由黨嘅，最好係不變，咁咪又係為私利，因為新界東多一個位，咁啊飛哥啊比較穩陣啲啊嘛，全部都係為自己。喂，為自己個黨有咩錯呢？你去參選就梗係要打擊對手，自己最有利，最好啲連個選舉方法最有利自己添啊！最好自己有本事入嗰個建制裏邊做第1大黨，直情可以自己制定政策，自己贏晒仲啱，係嘛？有咩壞啫？全部都係咁㗎啦，係咪先？方法點做咯？係咯，咁但係個前提就係話嗰個即係嗰個制定政策嘅機構呢，就係一個由全民普選產生嘅機構。咁你各個黨自己去爭取選票，你攞得選票多，你揸 fit，你話事，咁有咩壞啊？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個個喺度鬥，即係嚇，總之要以自己最有利嚟做出發點，跟住然後呢就話唔係為私利，係嘛？跟住一個就鬧人人格分裂，一個又話佢語文唔通，哇幾好笑啊！咁呢個新界西呢。咁啊，民建聯我諗咧，如果即係呢個譚耀宗落去呢一個區度選咧，咁剩落嚟嗰個譬如話佢可能會喺第4、5位嗰度個機會會高啲啊，都唔係嘅，佢都可能會飆到對第3都未定喎。咁但係我哋不可不知喎，咁仲有個鄧兆棠咧。喂，呢個鄉事派好多票㗎喎。佢過去同阿黃偉賢都好爭得好犀利，好激烈嘅爭得。咁但係而家劃大咗個選區咧，嗰個選法就有啲唔同㗎啦，耀宗啱啱先？所以你譬如話，如果你鄧兆棠同民建聯啲票會唔會有重疊咧？係嘛？佢哋需唔需要協調咧？嗱，咁如果咁樣睇個形勢咧，嗱，除咗民主黨嗰個對你威脅好大之外，嗱，佢啊一定唔會幫你㗎啦嚇。咁好啦，港進聯就有個鄧兆棠鄉事派，咁啊嗰度啲鐵票好多嘅，咁啊再加個民建聯，如果真係直揾個譚耀宗落去咧，嗰度亦都唔少票，係嘛？咁剩落嚟嗰啲民協咧就係咁依去陪選㗎啦，仲有話1、2、3民主聯盟又想去選喎，你都慳啲啦，真係係咪先？咁啊，即係我估計咧，就係民主黨咧，就喺佢過去嗰個嘅基礎嚟講話咧，喺新界西咧，佢都大概有50%票左右到嘅，應該講係。如果有50%票嘅話咧，佢坐緊有2個席位至2個半之間。咁如果係高少少嘅話咧，可能去到3個席。咁而民建聯咧，佢咧就即係佢財勢大啦。佢即係喺同地區裏面嘅嗰個關係裏邊嚟講話咧，就打得非常之緊密。辦法㗎喎，財雄勢大，咁啊點啊？選舉經費有限制㗎嘛。呢個大家知就明就係咁啦，暗就唔知啦。即係洗突咗唔知嘅。咁你有冇洗突啊？上一屆我都唔夠錢使，夠錢使。咁咧就變咗民建聯，我估計佢咧都有30%票左右嘅，或者係高過30%票。整翻2成嚟講話咧，就變咗佢都可能坐喺第3位至第4位之間，好似你講咁。咁變咗嚟講話咧，我哋好多人可能咧就爭第4、第5位度。咁都幾牙煙啊！咁我希望咧就即係選民今次選舉裏邊嚟講話咧，有啲原則去選啲人。即係唔好諗住話自己喂大家嗰個關係就選嗰啲人，即係過去我2年嘅立法局啲經驗裏面嚟講話咧，有幾種人咧就唔好選。第一種人咩人咧？一陣間先講啦，報完天氣先。空間照舊，言論不分左中右。電話1872881。
毓民七宗罪。